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ED 財子 Talk》。今日咧就12月第一個交易日啦，亦都我哋今年嚟最後一個月份啦。咁啊，請嚟 Eddie Hello，Eddie 你好。好耐冇同你傾偈啦。咁啊嗱，你知啦，最近啊，經常市場好多聲音就話香港樓市見底啦。咁啊，有啲就話摸咗個底，但係有啲咧就比較大膽嘅，就話未來幾年仲有排升添咁樣。咁啊嗱，呢一個第一我哋要探討下呢樣嘢啦。第二咧就係我知道 Eddie 咧開始睇翻好少少中港股票，都成年都差唔多。係啦，咁啊都要關注一下嚟緊究竟2026年嘅睇法係咪都係咁樂觀啊？即係啲港元資產應該會唔會係有起色啦？不如由樓價開始啊！好啊。因為嗱，我最近都比較每個禮拜追蹤住個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啦，個 CCL 咧其實就真係咬翻上嚟嘅，咁啊升咗3個禮拜，咁啊 year to date 升幅都4%㗎咯喎。咁你點樣睇而家市場上一片嘅樂觀情緒？其實我諗就嗱，真係樂觀咗嘅。你話係咪見底？我都覺得係見底嘅。但係見底唔係 V 字講見底，係可能係 L 斜地啦，個 L 就慢慢上去。即係你話即係當然而家暫時好咗少少啦。但係始終你睇各方面嘅數據，我都覺得未來係大升難嘅，大跌都係難嘅。有少少似日本即係20-30年前咁樣啦，跌咗跟住然之後慢慢滑行，即係你見90啊、00啊之後好長時間都係滑行咯，可能譬如一年都係可能幾個%上落啊，唔係好喐咁樣咯。嗱，但係最近咧，成日除咗你話個樓價上翻嚟，其中一個大家覺得一個比較樂觀少少信號啦。第二都見到其實整體一二手咧個交投都真係活躍嘅。咁有多人就話其實都真係似嗱，多人睇樓啦，發展商開價又冇之前咁慘啦，係咪冇蝕讓啦等等。咁點解你都會咁傾向比較審慎啲嘅睇法，而唔係即係你睇到市場睇唔到嘅係咩咧？嗱，其實我最主要咧有一個好重要 supply demand 啦。而家大約咧我都做咗幾年嘅數據㗎啦。其實一路都睇到係香港嘅二手樓啦，即係百幾萬伙裏邊，其實80%都係一啲講譬如50-60歲啊或者以上嗰啲人 hold 住，包括我哋自己在內啦。咁譬如你睇翻個數據，真係同埋開始真係年齡比較老化，香港人越嚟越老啦。咁同埋嗰班人就譬如你要 hold 住嗰啲，大部分又冇按揭，咩都冇嘅，咁變咗個市場立啦。即係我自己即係例子啦，係啦。你叫我再買多間嘅，我又唔會。但係你叫我賣咗嘅話咧，我又冇嘢，即係我10幾年前買咗㗎啦，基本上都可能升咗1倍啦，係啦。而按揭亦都冇乜啦，譬如好似睇呢幅圖咁樣啦，你見到咧86%以上啦，60歲嘅人係冇按揭㗎。咁當然你見同埋咧，大部分嘅樓而家即係我哋數據啦，7-8成嘅樓其實都係 hold 住喺呢啲嘅人嘅手上。嗱，當然啦，你可以話後生都會買樓啫，係啦。但係其實好少㗎。而家譬如即係20零歲、30零歲嗰啲咧，其實 hold 住所有物業係1-2成。因為而家出現咗個現象，其實都差唔多5至10年㗎啦。中間嗰班年紀嘅人咧，好似我個仔咁，唔想買樓嘅。點解嘅？係啊，嗱，即係好似我個仔咁樣嗱。譬如舉個例子啦，譬如佢20零歲嘅，我唔會買間2000尺俾佢㗎嘛，係啦。你話譬如俾間300尺佢嘅，佢梗係寧願黐住我住啦，係啦。咁又舒服，又有工人，朝頭早件衫亂咁劈咁就得啦。但係如果你叫佢自己，俾間300-500尺佢住，佢又好似冇乜動力咁樣，係啦。就算我俾首期，我梗係要佢供㗎啦。係啊。咁我叫佢買2000尺，佢又唔制嘅啦。所以佢哋嗰班人同埋好似冇乜動力，好似去買到咁樣嘅。當然你話睇國內嗰啲人，亦都好似以前比較大嘅，但係而家買到嘅動力都相對比較細啲啦。所以咁嘅情況之下，我覺得係兩邊都比較立咯，會係。嗱，你又提到咧，就即係因為我哋香港嗰個老齡化問題都越嚟越嚴重。咁變咗其實一啲年紀大啲 hold 住一層樓之後又擺喺度，又冇乜壓力去放，亦都冇乜特別嘅動機去買啦咁樣。而中層呢個圖Eddie 做俾我哋嘅，就睇到其實嗰個年輕嘅比例都已經越嚟越細。即係以前我哋話呢一班係有能力支撐住經濟，甚至係特別係個樓市嘅話你都觀察到原來佢哋而家係一個新一代嘅感覺，係冇呢一種嘅買樓動力。完全係嘅，即係等於我自己，譬如20-30歲嘅時候咧，我係會好想買樓嘅。你問下街外嗰啲，譬如20零歲、30零歲嗰啲啦，其實佢哋真係唔係好想買樓。當然有部分就真係買唔起啦，因為始終譬如我哋嗰個年代，真係一畢業每年人工梗係升2成3成，咁去到譬如30零歲，好普遍。譬如當時大學咧4-5萬蚊唔難嘅，而家你見到譬如一個
個大學畢業，去到除非你讀神科啦，係啦，普通其實可能都係2萬零蚊，其實係買唔到樓個，都係有啲可能父母負擔得起嘅。咁佢兩睇啦，咁譬如佢住喺父母嗰間，可能有千幾尺，你叫佢自己走去買間3、400尺，父母俾首期啦，佢又好似未必會制。同埋最緊要嘅你係老齡化啦，譬如睇幅圖裏邊啦，咁即係過去其實唔係好耐，就5年到嘅啫。咁你見60歲以上嘅人咧，已經升到32.3%。啱啱好20至30幾歲嗰啲又跌到去3.5，所以喺咁嘅老齡化，即係如果睇本土嘅話咧，永遠都係大部分嘅樓都係 hold 住喺啲老人家，唔會買，亦都唔會劈價去賣。後生嘅又唔好有好動力咁去買，咁變咗會比較立啲，咁嘅情況就好難話可以大升上去咯。嗱，我見咧，即係因為最近都刨咗好多市場人士對樓市相對樂觀咗嘅睇法啦，甚至係其實出咗好多大行報告咧，都已經預示明年啊，甚至未來幾年嘅樓市嘅睇法咧，都係傾向比較樂觀嘅。不過學你話齋咧，其實你話升翻1成幾2成咧，就比較少大行咁樣去估啦。但係都基於幾個理由啦，譬如有1、2間花旗啊、大摩啊、細摩嗰啲，其實全部個睇法都係因為咧個息口傾向下啦，咁變咗至少我哋譬如今年5月之後個拆息落咗咧，真係感覺個市場係有一啲嘅活躍度出現啦。跟住第二咧就係話似乎啲之前過多嘅供應咧，開始已經慢慢消化咗好多。咁覺得個吸納量咧能夠即係可以打和，甚至係有機會超越添啦咁樣。你點樣睇呢啲因素咧？所以其實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我覺得個市又會係平穩嘅。OK，即係你話當然而家個樓市，譬如始終比起5年前都跌咗2、3成啦，而家要再跌落去係難嘅。係始終個息口各方面又好咗，成個氣氛都好似好咗。但係你始終譬如話，而家個位好似一個 V 字咁樣，譬如你話真係有啲人升3成或者譬如8成半啦，係啦，咁係要即係個經濟要好翻啦，同埋個購買力唔係靠我哋呢批老人家，一係就靠國內人。一係咧就靠一啲年輕人嗱，而家你話廿幾至30幾歲嗰啲咧，好明顯，你問下身邊嘅朋友，包括我個仔都係買樓嘅動力係真係麻麻地嘅。咁當然嗱，以前我哋就期望係國內人啦。你都有期望過㗎嘛？我都以為係香港人嗱，但係嗱，因為我嘅各方面咧，我接觸好多國內人嘅。如果你話喺譬如10年前嘅話咧，佢哋係好想買樓。好似買樓就好似買一個名牌咁樣啦，例如買一個靚嘅包包，哇！我有身份象徵喎，我好似喺香港有棟樓啦。同埋即係中國人嘅思維都係買磚頭。係啊，都係買磚頭。但係而家咧個感覺係真係差咗嘅。你同佢哋傾偈得到啲咩？其實都係㗎啦，因為我接觸都幾多啦。首先嗱，你話譬如每年真係人多咗嘅，你話高才通各方面即係10萬8萬咁樣落嚟嘅。但係嗱，你見佢哋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個諗法係唔同㗎啦。首先佢覺得喺香港啦，有好多都係大老闆嚟㗎。譬如我哋識我哋學生又好，或者係各方面嘅國內嘅朋友都好。佢嚟到香港啦，佢自己發展事業，佢好似真係磨咗1、2年死喺香港都唔知做乜喎。如果你話要揾工嘅，佢話我相信絕對大部分佢喺國內揾到嘅工嘅前途咧，又好似好過香港喎。真係啊！我以為香港人工高一截，同埋但係佢唔知做乜住咁就係啦。嗱，即係等於嗱，譬如你話，如果譬如佢30零40歲喺國內已經做到中層管理。佢喺香港，如果譬如你話做金融做管理，又比較難啲嘅，各方面都係，即係都係少部分得啦。其實大部分所以你見到好多即係外間都做過好多訪問，話譬如高才落到嚟，過咗1、2年之後，好多其實都比較惆悵㗎。我自己估計嘅呢個比例就係嗱，當然譬如有3至4年度咧，佢已經好肯定，佢唔會續簽㗎啦，即係完咗譬如。以前2年，而家3年啦，咁佢基本上佢可能而家年齡已經個人已經翻咗去國內唔落嚟㗎啦。咁有2/3可能會留喺香港。你話佢真係諗住肯定自己啦，7年都會喺香港落地生根，其實唔多嘅，好多都係摸住石頭過河，因為始終佢喺香港事業啦，或者佢各方面做生意嘅發展，其實好似都唔係咁如意。咁所以我估計可能譬如100個裏邊，或者可能有幾個。可能真係我諗住未來7年喺香港，然之後攞埋身份證喺度唔翻去㗎啦。可能100個有幾個啦，大部分都係猶豫嘅態度。你真係佢問佢，你問佢肯唔肯定7年之後會住喺香港，佢會話俾你聽唔知嘅。咁當然，如果係咁樣嘅人嘅話，咁即係將心比己啦。如果係我都唔會買樓啦，可能都係租樓住會比較多啲。跟住另外一批就學生就一定會係租樓㗎啦。所以嗱，你見到個租務市場啦，好活躍㗎。2年都創新高啊！真係係咁嗱，大部分啲新香港人佢係爭住係租樓，買樓100個
3、5個咯，可能幾個咁樣都會。所以個租金你嚟緊幾年都會比較樂觀。會㗎，非常樂觀嘅。即係我自己都有啲樓放出去收租，真係叭叭聲嗱。你話如果我有棟樓去放賣嘅話咧，跟市價其實擺喺度發毛都賣唔出嘅。你劈過去價，我哋呢啲咁嘅人，你叫我咦跟市價平1、2成，我又唔睬佢啦。我平1% 好啦，係啦。咁但係你話如果放租嘅話咧，基本上1個星期，尤其你喺啲旺啲地鐵站啊，譬如你話沙田啊嗰啲嘅話咧，好快可以租得出㗎啦，已經係。咁當然嗰啲大部分都係一啲國內人，係都幾多下㗎，係咁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嘅咧，租金非常之睇好。我自己都係即係每年。即係通常2年做嗰個租約，其實5至10倍你起碼。譬如有啲租約，譬如3、4年前，而家都升咗2成左右啊，都已經係啊。咁而但係你話樓價就真係麻麻地啦。OK， 嗱你呢個圖就幫我哋知道咗究竟喺內地人嚟香港入境計劃裏面係吸咗幾多人咯。咁咧因為個高才通其實就23年開始咧，咁啊其實你見過比例上佢佔得多，大家都覺得話啊呢一班人可能會比較有錢啲，會唔會嚟香港可以買樓啊咁樣咧？原來都超過10萬人。喂，如果呢一紮人真係完全投入你至一半啦。租務市場嘅話，咁其實就撐住成個市場個租金，係㗎，其實都多㗎啦。呢半人嘅話咧，好似頭先個比例咁啊，我覺得一半暫時啱嚟到嘅話咧，因為佢哋想續簽，嗱佢哋都知道個遊戲規矩。如果你喺香港你連租物業都冇嘅話咧，其實續簽咪簽唔到。難啲啊！即係當然最好你又揾份工啦，但係佢哋唔係嘅，講真就佢哋可能都係即係譬如中港兩邊跑，咁而佢哋都知道，咦？如果你唔租翻間屋，其實2年或者3年之後你都做唔到簽㗎啦。所以佢哋會租樓嘅選擇，喺唔喺度住一件事。咁所以咧，其實依班係主要租樓，都係另外一批就係你見到啊，非本地畢業生嗰啲，其實每年有2萬幾個到啦，通常會係即係因為如果你喺香港嘅大學嗰方面畢業嘅話咧，其實你可以留喺度繼續再做嘢嘅。咁呢啲咧其實全部都係租樓㗎啦，呢啲就咁所以咧，你見到個租務市場高才通嗰10萬，起碼有5、6萬係租樓嘅。當然有譬如3萬、4萬，佢已經諗住翻內地㗎啦，唔嚟㗎啦。你話買樓幾千咯，可能。但事實上咧，就因為最近咧都有一個即係現象啦，咁啊各大媒體就都報導得好火熱啦，就係因為呢排啲一手盤又叫幾好，即係唔同之前好多發展商特別喺啟德嗰邊啦，其實有啲盤第二批嘅可以加到成30% 價咧，其實都係即係賣爆晒嘅咁樣啦。咁大家就勾咗出嚟咧，就話原來咧絕大部分都係一啲內地拼音嘅名字去買，咁就將佢歸類為內地買家啦咁樣。咁啊，但係開頭大家就即刻 relate 做會唔會係一啲專才啊成啊嗰啲咯？咁原來我會拗翻一啲地產代理去申報嘅數字咧，咁原來頭10個月咧，成個整體嘅住宅買賣嘅登記裏面咧，用呢啲內地拼音嘅買家咧，其實佔咗11000宗以上。咁啊，金額咧亦都係破咗1000億嘅。比舊年同期咧就一個增長14%，咁啊個金額計咧就大過30%，咁兩者都係創晒紀錄新高嘅。咁啊 Eddie 你點樣睇啊？或者中間我哋有冇即係 miss 咗一啲重要嘅？係咪就係直接話內地人好支持嚟香港買樓，我哋樓市又夠啦咁樣？唔係，其實都係話即係等於高才通。如果譬如佢有10萬個，我當5% 會嚟買樓啦，其實都5000個咯。咁如果你話睇翻由97年之後啦，首先內地拼音佢未必係新香港人嘅。如果我自己年我都做統計嘅，如果由97年到而家，我諗嗰啲都應該內地拼音㗎啦。即係你2000年回歸之後嚟香港嘅180萬人有。咁當然嗰百幾萬人裏邊嘅話咧，大約係有1/3度咧係有能力可以去買樓。當然有啲單程證啊各方面就可能未必咁富有啦。嗰啲譬如你依個表裏面見到嗰啲，其實大部分都應該有能力買樓嘅，包括咗高才通或者專才啊、優才啊，甚至嗰啲學生，佢哋個阿爸阿媽都一定有錢去買樓啊。咁所以嗰50幾萬裏邊咧，其實就算我計5%，都可能有2、3萬。即係你話係咪？即係好大嘅數字，唔係，但係你話頂住個樓市咧係 OK 嘅。咁所以你話而家即係每年嘅成交裏邊，喺我哋見到呢個表裏邊嗰50幾萬，咁咧可能佢哋都係主要嘅買家，但係你都係1萬啫，都係咁佔到呢度，其實都係2%。咁當然，如果譬如佢哋個心態好似5至10年前嘅話咧，
不得了啦！個樓價我相信今日已經好似租務咁樣創咗新高㗎啦。係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我都係睇翻我嘅諗法啦，都係估計，咦個樓市平穩會上，即係 L 見到底㗎啦，已經係每年可能升少少，你話2-3%、3-4%唔係問題嘅。但係你話好似之前咁話，會唔會彈翻上個頂，譬如升30%、8%呢？其實就可能暫時個力度難啲，除非有一日，咦你問下喺高才通100個裏邊，即係有50個想買樓嘅，咁就哇好到不得了啦。但係暫時未見。通常呢個市要好咧，即係譬如你樓市同股市都係一樣啦。你有一個咧資產增值嘅預期出現咧，其實嗰樣嘢先會開始火熱㗎嘛。咁你作為一個極專業嘅投資者啦，咁多年就買樓啊買股票咁樣，即係好多講啦，哇而家咧就供都平過租啦，又或者咧個租金回報都3-4厘啦，有啲甚至5厘添㗎咁樣，係咪都吸引唔到啲炒家入市？難㗎，其實嗱，即係等於我自己都係炒家啦。係咯。你話5厘就好難嘅，除非你真係自己搞劏房，都係當然而家比較麻煩啦，搞嗰啲劏房就你話正常嗱。個回報真係多咗一半嘅嗱，你話譬如3-5年前到啦，通常我嘅回報大約2厘零到啦，會係譬如2厘3、2厘5左右啦。而家其實已經多咗50%㗎啦，咁咪3厘半咯，係咁多㗎啦，4厘都未到，可能3厘5啊、3厘8左右啦。但係都未喐到你想入市。3厘零啊冇吸引，就好似一般。我買下債券，買下其他，其實都即係 HIBOR 咁啊，都3厘幾啦，係啦。明白。所以我做咗定期係唔難嘅。嗱，當然如果你係諗住買嚟自住嘅 OK 嘅，我覺得起碼個樓價唔跌，咁你橫掂你都要交租，咁你供夜年，你交租夜年嘅話，棟樓係人哋嘅，供夜年呢棟樓係自己嘅，咁係可以考慮嘅。但係如果你話純粹嚟買嚟收租一個，譬如你話當3厘5嘅一個嘅回報就唔係好吸引咯。我買個債券唔使咁煩，又唔使催業主啊、催租啊，簡單啲咯。好，完全明白你嘅心態啦。咁另一個即係物業市場啦，裡面就最近都多人討論嘅寫字樓。咁我知你睇淡咗好耐㗎啦。咁啊呢個如果你單計個寫字樓，其實個高位係咪計2018年啊？差唔多啦，差唔多啦。40%㗎咯喎，應該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如果寫字樓應該有。係啦，因為咧最近都比較多譬如覺得係樂觀翻啲新聞啦，即係攞好多中資企業嚟買又好，又或者租一啲極大樓面又好啦。咁有啲即係行家都話：哎呀，係咪佢開始見到我哋呢一邊有吸引力啦？咁樣啦，可以坐到個靚嘅價，亦都會唔會代表住寫字樓應該最壞嘅情況過去啦？咁樣你又覺得？其實暫時又唔係嘅啦。咁最大嘅分別就係當然你話以前我都喺咁多年啦喺個市場度。你話如果10幾年前嘅話咧，其實即係好多係中資機構，佢係要嚟香港係插旗。插旗嘅意思就係佢真係要插支旗落嚟。譬如我以前做中信證券都好啦，或者譬如做銀行各方面，佢真係100億、50億、200億，佢係落嚟買起成間銀行，然之後成棟，佢係要喺度大展拳腳，甚至話變成一個好重要嘅據點，甚至係 main office 嘅。而家其實你話近呢幾年咧間唔中少少啦，係啦，但係你話係咪好多係嗰啲中資機構嚟香港插旗咧？又唔係喎，好似係即係佢都係可能 normal，佢最多可能租幾層個 office，即係 business as usual 咁樣，從零開始去即係我要喺香港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咧，其實唔係嘅嗱，所以你見到嗱呢幅圖睇到話空置率其實暫時都真係好高㗎。而家嗱，譬如即係過去依上高個表就係之前差估署出咗個啦16.3，其實最新大約已經係17% 左右㗎啦，已經係。咁當然，如果你話九龍東嗰啲就更惡劣，嘢3.7% 啦。當然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嗱，如果你話10年前或者20年前嘅話咧，香港嘅位置真係譬如中國同埋外地嘅一個橋梁。譬如如果有個譬如外國美國，我想喺香港，譬如經過香港，然之後喺大陸我想譬如 set 個 office 喺湖南開個廠咁啦，佢會揾香港人嘅，佢會揾我哋嘅。但係你話而家嗱，我問心嗰句啦，如果你話唔好話外國啦，有個中東有個廠家，我要喺湖南起個50億嘅廠，起1萬人，佢會唔會揾個香港人上去咧？嗱，好明顯，就算你揾我上去，我都唔知做乜啦。嗱，我又唔係好熟啲官。啲官要啲乜嘢點批我又唔知，甚至你話揾我 book 地方食飯，我都唔係好識 book 喎。係你嗱，因為以前唔同20年前，我係真係可以，我係坐喺中間個位嘅，一邊外國，一邊係中國，我可以真係將啲官拉埋一齊。而家其實佢哋係唔係好需要我哋啲香港人去到做中間嘅位，所以佢哋
外國嘅企業又好，中資又好，佢係咪需要喺香港插旗咧？唔使啦。即係我都幾肯定。如果譬如你話有個中東有個有錢佬，我要50億，我喺湖南起個廠，佢唔會經過香港，佢自己走去揾湖南政府，走去傾。湖南政府係識英文噶嘛，佢哋唔係好似以前咁噶嘛。所以你變咗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香港嘅地位一變咧，其實就係個寫字樓開始真係麻麻地咯，好似係。最大問題就係個供應量咧，好似年年都話哇新高又新高咁樣咧。即係我聽到有啲人講話哇來年銅鑼灣啊，又或者尖沙咀啊，或者東九龍啊、西九龍啊嗰啲，其實你都好小心佢哋有好多嘅新供應喺度咁樣。咁係咪？呢一個係極大憂慮啦。其實都係㗎啦。如果你話差估署個報告咧，最新大約空置嘅樓面面積咧，2300幾萬平方尺，幾多度咧？11.6棟 FC 二期有高嗰棟仲係。咁你話喺咁多嘅即係呢啲頂級寫字樓空置啊，譬如睇呢幅圖都係啦，好多譬如講緊譬如就算你話 The Centre 中環嘅話咧，70幾嘅啫，其實有1/4係吉㗎。就算長江中心，你見到係講緊60幾啊、70幾啊嗰啲啊，即係有好多啲頂級嘅寫字樓嗱，即係等於大約譬如10幾年前啦，我記得我公司就租過中環中心，嗰陣係80幾蚊嘅，今日係30-40嘅啫。嗱，我都租過World Trade Centre 喺銅鑼灣嘅，當年我租係65蚊嘅，當年係咁啊，租咗7000幾尺，40幾萬。咁你話今日嘅話咧，一半嘅啫，係啊，咁真係冇咗。咁同埋仲係好多吉嘅，即係嗰陣話幾蚊，其實我今日已經可以租到 The Centre。都係甚至剩翻大半錢啦！我30零蚊嗰度，我之前60幾蚊，所以係咁樣嘅情況咯，會係咯。我都記得你有同我講過咧，其實你有觀察過唔係淨係寫字樓單一個市場去得出咁嘅定論，即係其實係反映緊一個即係譬如喺個工廈寫字樓甚至係街鋪等等咧，其實佢哋嗰個租金嘅走勢同埋空置率嗰個走勢，其實反映緊香港嘅一啲經濟上面嘅起跌同埋啲企業嘅一啲嘅狀態啊嘛。可唔可以講下？係啊，嗱，譬如你話睇幅圖啦，我已經睇過啊。譬如通常，譬如你話寫字樓嘅話，有分甲級、乙級、丙級同埋工廈。當然，一級嗰級甲級係最高級嗰啲啊。你話如果喺疫情之後嗰2-3年嘅話咧，我哋睇到個好得意嘅情況嘅，開始甲級你見係急跌嘅，就係 The Centre 嗰陣由80蚊一路碌到即係50、40、30一路咁碌落去啦。其實喺嗰段時間嘅話咧，工廈調翻轉個價係上升嘅。你話乙級嘅話咧，跌少少，冇跌咁多。丙嘅話係橫行，咁大約係2020去到2023咗呢段時間啦。咁代表咩咧？代表當時啲人係單居。咁啊，因為始終你譬如嗰個時候咧，你話2020，我自己都係啦 ，The Centre 80幾蚊，咁然之後銅鑼灣可能平均50-60。你去到鰂魚涌可能夜幾，跟住然之後再九龍可能20啊，咁你嗰陣啲人係會單居，因為佢係生意差、經濟差，因為疫情啊嘛，係啦。咁但係咧，佢未將個嘢執一粒嘅，咁你變咗要慳錢，咁咪捱住先。我本來喺中環嘅，咪一路褪咯，銅鑼灣、鰂魚涌、北角，跟住然之後去九龍。佢咧只係代表咗一個係縮小嗰個嘅成本係單居。嗱，你話過2024年之後咧，完全唔同晒啦，工廈、甲、乙、丙全部開始急跌，咁好明顯佢唔係本屋啦，佢係被消滅咗啦，可能已經係根本佢可能執咗，或者可能譬如佢喺嗰個500人嘅企業，唔好意思啦，我而家得翻100人啦，有400個人唔要，當然面積我可以縮咗80%，所以你見到係甲、乙、丙工廈咧，由2024打後咧係全線咁樣執嘅話咧係代表佢執笠同埋離場，而個喺就喺2024之後嘅咧，你個空置率其實係全部甲、乙、丙都全部升晒上去㗎，所以咁兩個階段啦，20至23嘅係代表單居。仲有，因為單居係有機會翻身嘅，市好啲咪做翻咯，執笠就冇噶啦，呢個就。你搞到我真係飆冷汗咁滯，聽到。唔係因為問題係咧，你知你係我哋講個跌價跌幾多好容易啊嘛，但係裡面引申嘅一啲嘢就係有好多隱藏住嘅嘢，唔知會唔會再爆出嚟啊嘛，即係我哋日日都好擔心會唔會有好多隱藏債務啊，又或者銀行大舉 call loan 啊，其實你係涉及到一啲金融系統嘅風險嘅嘢，你覺得
如果你應該未去到最壞情況，我聽你咁樣講係嘛？即係我哋要小心啲，會仲有一啲暫時都係嗱，你話而家個空置率16至17啦，其實而家 forecast 到都係中環有幾棟巨無霸出嚟啦，咁各方面都有供應，咁譬如過得咁可能去到出年嘅時候咧，有機會去到18、19嘅個空置率，其實暫時都喺度升緊。有時你去中環啲寫字樓兜下，哇，真係幾多吉下㗎！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個空置率一路係咁差，同埋最慘嘅就係佢喺中環空置，唔代表佢以前佢就係可能搬咗去北角，再唔係搬去觀塘咯。而家都唔會，而家冇咗啦。佢係真係500人，可能執咗佢，或者可能縮剩100。咁變咗咧個面積係要少咗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嗱，暫時未見到有個 V 型反彈，所以你話如果喺呢個時候寫字樓啊，甚至你話工廈嘅投資就真係一般啦，我都係冇搞住啦。呢幾年都係睇淡㗎啦。係嘛？嗱，街鋪咧，我最近就見到，譬如美聯出咗個第3季嘅一啲空置率報告啦。咁反映其實個別嘅地區咧，佢個空置率稍有收窄到，即係好翻少少。即係譬如尖沙咀啊等等嗰啲。跟住我再攆下咧，佢嘅內容咧就話嗰啲扭蛋機嗰啲鋪頭多咗喎，咁樣咯。即係其實都唔係好值得高興嘅一件事。即係暫時少少空置率收窄，都係一個假象嚟。其實係㗎嗱，因為你見到即係唔信你自己，你行去銅鑼灣、尖沙咀好多咧係有嘢嘅，但係都係嗰啲扭蛋機啦。譬如一過年開始賣利是封啦，完全 pop up 唔需要裝修嘅，同埋好短期租約嘅嗰啲就，當然佢個租金可能係原本嘅1/10，個業主純粹有啲嘢塞咗喺度，咁每個月收翻少錢。當然呢啲咁嘅情況，你話係咪好事？絕對唔係好事嚟嘅。當然好明顯就係個業主佢劈咗個租，劈咗7至8成，都攞唔到嘅長期租約。咁正常我係業主，我都唔會中意有個扭蛋機，又唔裝修入面，我梗係希望你整間茶餐廳啦，買嘢都好啦。但係真係冇係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咧，我最大嘅隱憂其實好多人話即係街鋪其實可能真係即係北上消費或者淘寶俾嗰啲打敗。嗱，最大嘅問題其實咧，我覺得反而係啲大商場。其實人流幾好㗎喎。其實係㗎啦，嗱，我睇過好多大嘅商場，其實好多商場個空置率低過1成㗎，occupancy 9成㗎係。嗱，都係你唔使睇啦，你行銅鑼灣，只不過你兜個圈，周圍都係吉鋪。嗱，所以你見到經過疫情咗之後嘅話咧，其實有個現象就係商場嗰啲咧越嚟越好。其實佢哋冇乜大影響㗎，全部都係9成幾嘅即係 occupation。咁而最主要原因就係我自己都係嘅，譬如你話10年前可能中意行街，可能天氣熱啦，或者各方面。其實而家有時你大家諗下，一家大細星期日，你中意行個商場，捐咗入去買嘢，食埋飯，泊埋架車，或者你中意行街啦，我都唔行啦，咁熱。所以咧，你見到即係個鋪咧最大嘅敵人反而係商場，譬如當然個價都跌啦，其實個租金咧跌咗1半到嘅啫，而普遍即係主要嗰啲鋪位嗰啲咧，其實係跌咗8成，跌多好多嘅。咁當然好多嘅人流咧，其實喺街嗰啲，其實真係去咗商場。其實有時啲酒樓、餐廳星期日都爆㗎，但係你街嗰啲真係冇乜人。我都朋友即做食肆嗰啲老闆咧，就近1年咧好多都搬晒入去商場裏面，即係寧願俾佢分一大嚿。咁但係都仲想做呢一單生意嘅話咧，就唔做街鋪，咁都係入咗商場。可能某程度上真係有一啲人流嘅保證咯。嗱，我唔知咧，頭先一路聽你講嘅時候咧，我又諗緊其實係咪有一啲嘅股市上面嘅投資機會咧？即係譬如你之前呢啲嘢太淡嘅時候，你見到相關嘅一啲嘅股份咧，其實有一個幾瘋狂嘅反彈嘅。咁令我諗起你咧就。幾年前好就係咁叫人珍惜生命㗎嘛，咁跟住之後當然啦，有啲唔好嘅留言啦，嗰時都可能唔開心。但係之後咧，我見你冇乜嘢係嘛？冇嘢唔好開心嘅。跟住之後咧，我就見你開始建倉，亦都同傳媒講話開始買翻喎，係有啲咩轉變啊？其實首先就如果你話珍惜生命都係大約我諗4至5年前到啦。其實當然我哋可以睇到有個大嘅轉變，其實香港嘅定位嘅。你話以前香港嘅定位咁當然即係我諗我可以用幾個階段嚟用啦，係啦。咁譬如你話最初嘅2000年嘅時候中國係需要香港人係好重要嘅。第二個階段開始大量嘅中資機構嚟到香港插旗啦。
插旗嘅時候，其實真係講幾廿億100，佢係需要香港需要插旗，但係好多時咧就派啲國內人嚟到，咁反而大約去到2020年左右啦，開始有個好明顯嘅轉變，個定位變到中國嘅城市啦。因為真係嘅，譬如20年前，好似頭先都講過啦，一個香港人，如果你有個美國公司，你想喺湖南喺國內，你想起個廠、起個投資、起咩都好，你係要需要香港人嘅。而家係唔需要香港人嘅，即係呢個真係同政治無關嘅，因為其實國內不斷係咁進步，而你見就算 Tesla 都係佢去上海，佢會唔會揾個香港人喺中間呢？唔需要，佢哋自己傾，佢哋自己搞得掂得啦嘛。而呢個咁嘅大嘅轉變嘅話呢，其實對於香港嘅股市係好大影響嘅。首先，你好多即係喺譬如之前通常我係一個 global equity fund 嘅話呢，以前係通常2成會擺咗喺亞洲區嗰個位嘅，通常5成擺咗喺美國，正常比例啦。咁可能2至3成會擺咗喺歐洲，剩翻大約2成到會擺喺Asia。中港 Asia 嘅話咧，其實絕大部分係中港嘅。喺2020至2021度咧，開始好多錢真係走咗啦，因為佢哋都知道個地位變咗，所以我哋。點解我會覺得嗰陣要離開港股呢？唔係睇到佢錢走，睇到佢人走。好多即係2021、2022好多外資嘅基金經理又好嘅，真係執包袱離開咗香港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所有股市永遠都係我哋睇個資金流，人走錢走，當然我哋就唔會去投資啦。呢個就係咁嗰個大約持續咗幾年度啦。所以如果你再譬如睇翻去港股嗰個嘅趨勢啦，譬如自己係啦。係啦，嗱喺大約呢件事發生到，亦都係我自己講即係遠離港股嘅話咧，咁21、22年、23年左右咧，呢段時間好明顯睇到，我喺韓國咁耐啦，好多外資嘅朋友，佢哋真係喺嗰段時間離開啦，而都知道佢哋會將啲錢帶走啦，由2021年嗰陣開始嘅，咁所以喺嗰個時候千祈唔好投資港股，咁但係去到2022、2023年到嘅話咧，咁當然中間我都有俾人鬧啦。咁你見到個市去到2020、22、23哇屌14點，係夾翻上去2萬，哇升咗2成。但係如果你睇翻由喺嗰段時間2021至2023唔投資港股又好似唔係太差咁樣。如果你買咗美股嘅話，係啦，如果你買咗美股啦，就算你擺喺定期，因為始終由3萬，咁喺中間都係14000彈翻落去2萬18000嗰段時間運行咗嘅。咁但係去到2023年底嘅時候咧。2024初，咁你大約2023年12月到啦，咁你見到我同啲媒體開始都講，咦，可能唔使珍惜生命啦，即係當然唔關條命事啦，係啦，就係咦，你買翻啲港股其實都差唔多啦，沽到底啦嘛，係啦，因為好多要走嘅外資已經走咗啦。如果佢唔會走嘅話咧，其實亦都唔會走噶啦。喺咁嘅情況之下，當然即係我哋譬如普通股民，咁你要跟住啲錢走啦，係啦，始終嗰啲錢係大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喺大約2023年底、2024年初咧，咁就開始重新，我都建議投資翻港股咯。係因為呢啲外資基金都 underweight 得好緊要啦。咁但係呢個股仔都講咗好耐咧，佢哋 underweight，但係就算佢入翻嚟咧，我都見到佢哋係好短線嘅。即係譬如用啲 index fund 或者係啲 ETF 嗰啲咧，你就反映係唔係一啲長倉基金建倉咯？點解 Eddie 會覺得嚟緊都會繼續向好咧？如果佢哋啲錢都未必會大舉嚟翻我哋呢邊？唔會㗎。嗱，首先我諗真係我即係暫時見到嘅情況，外資啲錢係冇翻到嚟嘅，翻嚟嗰啲係部分中資係回家嘅。嗱，即係你話如果譬如睇翻呢年嘅話，外資有少部分佢係短線投資，但係咪真係將個 global equity 以前可能20% cut 剩幾個 percent， 將啲錢搬翻嚟咧？唔係嘅，其實喺大約2020、21、21、22左右咧，佢哋將好多即係佢喺 Asia 嗰嚿2成嘅錢其實冇變到，問題就係搬咗去日本啦，搬咗有少少去啲印度印尼所以你見嗰啲升到黐晒線㗎，就係將香港本身嗰個病搬咗過去。咁你話而家暫時有少少短線翻咗嚟。唔多，所以就我諗暫時就唔好期望外資佢會叭叭聲咁樣翻嚟，絕對唔係嘅。咁但係你話佢哋係咪會再走呢？亦都唔係嘅。咁而部分嘅中資嘅話呢，當然好得意㗎。即係如果你話由於記住香港嘅定位其實變咗係中國嘅城市，所以我哋唔係做中國同埋外國嘅橋梁，
我哋係照顧翻一啲中國嘅，譬如一啲嘅需求啊，或者一啲嘅錢啊，等佢哋回家咯。Okay. 以前去咗美國，去咗嗰啲嘅嗰邊好似唔係好友好喎，唔好歡迎你喎，你翻嚟啦。咁所以嗱，你見到 IPO 今年有機會會破頂啦，而部分好多即係喺國內嗰啲嘅資金咧，就開始慢慢翻嚟，而唔係外資咯，係啦。北水南下啦，係啊，其實都幾好嘅，其實呢個都1.4萬億㗎。係啊，今年以嚟都咁呢啲錢咁都，你見今年都港股升咗有5,000-6,000點啦，差唔多6,000點啦，差唔多係啦，3成啦，好犀利啦，呢個都係。我就唔問你點數預測啊，呢啲傾到過晒時間啦。但係你如果呢一刻咧，我哋為出年嘅打算啦，你會將你成個 portfolio 裏面覺得有幾多成買中港股票，你會覺得舒服？其實嗱，而家我哋當我100度啊，我而家其實年紀大啦，6成到開始已經擺一啲比較穩陣啊、債券啊之類嗰啲。美股其實慢慢減少啦，可能港股我諗2至3成左右啦。哦，OK，好。但係之前係0喎。係啊，好啦，多謝晒今日分享咗咁多啊嚇，咁啊希望下次再請你嚟嘅話咧，我哋再繼續睇下可唔可以個樓市再睇翻好啲啦，大家都希望佢好，好唔好？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拜拜。好，拜拜。